歡迎收睇今日天氣焦點。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，你應該要注意防曬及中暑。現時溫32.6度，相對濕度55%。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及酷熱嘅天氣，預測大致天晴，下午酷熱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，吹和緩偏東風。展望本周餘下時間大致天晴及炎熱。星期日北風逐漸增強，隨後2-3日風勢頗大，氣溫顯著下降。高空反氣旋會喺本周餘下時間繼續為廣東帶來晴朗及炎熱嘅天氣。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會喺星期日抵達廣東，而另一個低壓區會喺未來2-3日於菲律賓以東海域逐漸發展，並喺周末期間靠近呂宋一帶。隨後有較大機會進入南海東北部，但其路徑及強度存在變數。喺東北季候風及該低壓系統共同影響下，下周初至中期華南沿岸風勢頗大，有幾陣驟雨，氣溫顯著下降。今節嘅天氣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